打向台湾，而且愈来愈强。上紧下暗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三伫花莲甲台东一大定律。一个姓林的飞官甲总统专机派任的侵单传出去，已经受到处分。专家呼吁各军对相关的问题唔通放外挂。台南埔仔店180档王孙石伫海岸路施救时，因为插反误会起冲突，庙方强调，即马已经圆满化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1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的是，台北警察伫咧查可疑的车辆的时阵，坐伫后壁的3个失联义工咧，看到警察全赶紧让港，加在有2个民众是斗3工，目前已经抓到2个人，也阁有一个即马又搁咧找。好，你左边停一下，左边，切进来，进来。要求司机将车往路边停，无一个后边的3个查甫人开车门是走出去。警方怀疑是失联的义工随去抓人，其中一个人被伫草垛内底顺利抓到，也那另外一边追捕过程确实真惊险。我们要过去盘查的时候，他就后面车门打开，3个就全部往不同的方向跑了。外送员他就很主动的去帮我忙，先追到这个歹徒，但是不小心就是撞到他的机车。一个拄要来台北接单的4单的外送员，见义勇为，加入围猎，顺利抓到人。要解做警卫的姓齐的查甫人，在姓吴中队长入到，不过混乱中弄到外送员的机车，姓齐的查甫人手骨头断去受伤，开刀了后暂时不要紧。到处保障，其中一位就是往我这个方向，然后警员也在追逐，追到跌倒，我就是看到之后赶快去帮忙，然后帮没有追到，那是不是会危害到其他人民？经查5名外籍人士，其中2人逾期居留，2人持合法证件，还有1人逃逸中，将持续追查。本来以为有一个人逃走，警方全力来追抓。根据劳动部统计，到今年6月，失去联络义工超过93000人。除了这移民署以外，警方也加强来查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南的埔仔店180档的王孙石昨呢是消亡船圆满结束啊。也毋过呢，国交背景伫海岸路咧施救的时阵，这桥班的人员煞因为插反的误会现场起冲突。也那庙方是强调讲，即马已经圆满化解。警察大声喊甲冷静的，桥班人员相并同款喊甲嘻嘻叫，甚至有人起脚动手，场面非常乱。七十府城埔仔店破坏王船出巡，下晡成桥安座国交背景伫海岸路施救，无意外发生桥班人员因为插反事件发生冲突。经过了解，插反是开交背景总会时公开抽签，哪像是游戏规则，有固定的顺序，袂使插队，嘛因为安尼先相并弯起来。庙方讲这是小可误会，拢处理圆满啊。有一边的头人因为喝醉了，而且就是他们想要先参美节才先转去，所以就是要插反，对方无同意啊。听讲在讲的时阵，两边讲了无拄好。保安局员警获报后，立即调派警力控制现场，并将相关涉案人员依刑法剧中都罪嫌带回侦办。让180档埔仔店照顾咧办王孙石，张小华向天上王爷顺手替地方消灾，不离个王船日前出旁，主家安平时，庙方煞指控有文书学者乌白讲无王孙石。庙方强调，以人类宗教学来讲，因180档是以60年一架子，3个架子180档来算。过去伫清朝冇记录，另外嘛有请教济研究王孙石的专家。因讲宣战是要甲这件代志头尾讲好清楚。感恩大家，真正感恩大家啊！我都能做这工作。王孙石，内底顺序的顺，王孙石绝对有这物件。讲无的人，我希望你来我会识的。不过王孙石这个科技，确实是咱的坡内底确实真正有。对比一档外王孙石总算圆满成功。庙方讲，即届无论是因家己交背景，也是无私奉献的志工，大家拢尽心尽力咧做，即嘛为历史留下一笔记录。伊希望外界莫去讲这无影无食的代志。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查某人，那像是啉酒醉跋落去铁轨路，伊的手骨有灼伤。另外呢，伫新北市嘛是同款有一个人，那像是因若行路，因若看手机啊，无咧看路，所以嘛是对月台跋落去铁轨路。也那这2件事件呢，拢是涉犯危险到铁路法，上当是会当罚到5万。环境到位时阵，查甫人跋伫离月台115公分的铁轨路顶悬，好在迄时阵无车经过。所幸无大碍，也未影响列车行驶。
本件将依铁路法函送裁处。查甫人脱困了后，旧责送去调查，发现伊疑似食酒醉，摕落地的物件时阵无细致，跋落铁轨路。警方表示，跳水铁轨路已经违反铁路法规定，应罚1万以上5万以下。车来之前就是尽量不要靠近，会比较多了。就像现在这样坐在这，很注意要那个安全距离，所以我不会让自己不要超过黄线。新北市也发生同款的意外，这穿白衫的查甫人行到邦桥火车头外台警戒线，还阁无发现，继续向前行，跋一米铁轨路。发生伫个初六暗时6点外，都是下班接放时间。警方表示，排除挂的介入，也代表这查甫人是擅入铁轨路。本次民众入轨未影响列车通行，远景调阅监视器后，排除外力介入。玩手机不是就是你要定点或什么是比较安全的。铁路法规定，路人车鸣亲至铁路路线桥、磅坑内底、甲站区内底非用公众通行的所在，警方调查了后，会将违规者含于交通部铁路局裁处，或者是因为人济，互人扫落铁轨路，或者是疾病等特殊原因，应将影响铁路局来申诉，主管机关会看情形来裁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高雄新车头硬体设施呢，已经豆啊完工啊！即马车站内呢，这代替的月台通高雄捷运的这通道，今仔日是正式来启用。虽然讲第一天启用有真侪人是找无路，也毋过呢，总算是毋免搁再踅路啊，有袂少人拢真肯定。火车进站立刻刷刷落车。对11开始，民众无论是坐火车来到高雄火车头要搬捷运，也是坐捷运要搬火车，以后拢毋免搁避上八路。行这条直通的连通道会当节省至少5分钟的路程。民众讲，伊期待这条连通道启用已经1、2年，总算是可以等到这一天。今仔日实际来行看卖，确实加正利便，不过有部分需要搁加强。捷运来的时阵吼，拢爱搁去到一楼大厅嘛。佫就来迄种迄个台铁迄种迄个地下2楼的迄种月台啊，系啊，安尼算来即马安尼开放通车呢，坐要来坐位车，叫做方便的啊。可是虽然找一下，其实就可以看到了，但是如果可以再更明确一点的指示，这样子在转乘还有大家方面上会更好。代替表示，连通道原地按算旧的过年前要启用，因为消防安检的问题去拖着时间，才会甲大家启用。这段时间，因除了有加强相关路线指示牌以外，也会伫火车顶悬放送。启用的头一天，虽然有看到民众找无路的，不过问题拢无大。代替强调，因会持续关心，若有发现问题，就随改进。阮的列车，若要到高雄站的时阵，请列车长提醒车顶的旅客，你若伫高雄站要转乘高雄捷运的话，请伫第8车的位置，落楼来坐就好啊。有民众专工趁启用的头一天来行看卖，伊讲家己是坐捷运过来的，因为要行来火车头的指示牌做了无够妥当，有的伤细致，有的所在打伤偏，还因细节大连，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个改善。记者柯家族邱超勇高雄场报道。这礼拜这天气又搁要起变化，来看这轻度风台洋流已经加向台湾，而且呢这强度有愈来愈强。咱的气象署是表示讲，无排除会真做是中度的风台，上紧今仔日下暗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拍算伫拜3的时阵会伫花莲甲台东一带来登陆。轻度风台洋流摆伫台北东南东风，气象署表示，风台当咧继续向西边方向行，而且风台速度明显加速。气象署无排除正做中度风台，预估上紧拜1暗时发布海上警报，拜3伫咧花莲台东一带登陆。洋流台风它的结构是比较小、比较结实的这样子的台风结构，所以它在靠近的过程当中呢，会对比较登陆的这一块区域，特别是东半部地区、花东地区，造成比较明显的风跟雨的影响。也那落雨的部分，拜影响无大。气象署表示，今仔北台湾伫咧过昼了后会有雷公雨，拜2暗时开始，风台影响基隆东半部山区，会渐渐出现一寡雨。风台拍算伫咧拜3登陆。气象署提醒基南以南、花莲、台东以及嘉义和南部地区，拢会出现超大雨雨和强阵风，到时恐惊会变作重灾区。花东还有南部的山区，我们有预估到，甚至可以来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比豪雨还要高的这个降雨，有可能会出现。那由于花莲跟南部地区呢，其实包含地震、包含上次的豪雨，都是比较明显的灾区，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一天的降雨，而且还伴随着强风现象，随着台风的登陆。
气象师表示，即届风台行真紧，嘛走真紧。预估拜三中昼正定六，下晡到暗时这段时间就离开台湾，向中国去。气象师提醒东部和南部的民众要量早做好风台的准备。记者陈选、曾俊佑台北报道。云林的口湖有真侪搭太阳能的供电案场，前一转呢，即个7月28的大水雨是互案场积水，甚至这水阁引起到车路去。这当地民代是表示讲，这个供电案场呢积水无退，恐惊是有安全甲卫生的问题。啊，那县政府这建设处是表示讲会去稽查，也会要求业者爱来处理这积水。太阳能板下骹的农田淹水，云林县口湖乡有真侪地势较低的农田余温。做好太阳能供电业者种电，淹过电量落雨了，淹水生真侪网虫。最近伫个顶湖村一个案场，自7月8大水雨到即马，水拢无退，影响村民出入。啊，而家落雨就水就足济啦，啊，拢无水路通个出去啊，一个阿嬷90几岁啊，住伫内底啦。啊，算讲吼，无法度通个出去啦，啊，若而家落雨就是走去因兜去，啊，这条路嘛算讲吼，淹足大个。爱地路大，互阮大家出入会方便。啊，这种情形吼，请有关单位了看到注意在当地民代讲，口湖乡有真侪供电案场，若是拄着落雨淹水，拢是靠日头拍打。淹过7月8大水雨了，有真侪所在煞变做蓄水池，工作要求厂商处理。淹过有一寡业者是凊彩应付尔。对此，云林县政府讲会派相关单位去现场稽查。案场经过多天之后，积水能不退哈？它大概我们会稽查。相关的积水排水路是不是有问题？那这个积水对环境卫生方面是不是会造成相关的影响？云林县政府建设处讲，已经通知业者要赶紧处理改善积水的问题。建设处会甲公所去看乡内所有案场现主时的情形，针对排水水路也有环境的卫生进行稽查，若是有无符合规定的，会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这国军违规呢，也着注重这受处罚的这个人权，规定这罚款呢一天是袂当超过2点钟，休困日甚至是这军人离开营区，也有暗时9点过，也是讲这困到的时阵呢，拢袂使来甲罚款。另外，这扣薪水的部分也袂当扣超过6个月。国军拍拼做好政府本务来守护家园，为着强化部队的管理，修正《陆海空军刑罚法》和军人权益事件处理法的立法，初6正式上路。新的罚款规定，免着士官兵罚款一天袂当超过2点钟，袂当伫准休假外线束的期间，到暗时9点到隔天天早起7点，中昼休困时间拢袂当罚款。另外，军男航行嘛袂当执行罚款。为健全军人权益保障制度。国防部已经完成了陆海空军惩罚法修法以及军人权益事件处理法立法工作，并且经行政院核定，在今年的8月6日正式实行。那用科学的方式去管理军队，我认为是比较好的做法。国防部表示，讲新法上路了后，国军的刑罚和救济制度会更加符合法治原则。立委嘛肯定部队的人性化管理，更向前一步。我觉得国军这样子的改制应该更人性化。毕竟现在这个天气，罚站太久的话，也容易中暑之类的。另外，这摆修法嘛新增加官兵罚薪水，扣薪水对1个月以上袂当超过半冬。专家认为会当帮助部队的管理。应该说，军方的法制是有他的想法哈，但是我们必须回到说，你施以处罚的目的是什么？服从军纪，好，服从军令哈。另外，修法了后的悔过执行办法，除了对悔过式，改做伫指定处所实施悔过教育，嘛新增加后备军人伫教调期间奉送悔过，无免列入教调时间。会不会有侵犯到他权利的状况？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而且教招员来自社会，他有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工作。如果加以延长时间的话，这个对他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专家表示讲，对后备军人实施悔过刑罚，确实会当达到协助的作用。但是因为安尼，延后改掉日期，在这方面会是一个大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为今仔日开始会来举办2天的董事会，这刘敬清呢表示讲，董事会顶头会来说明2奈米的下笔案。另外，这美国总统 Trump 呢进前有宣布讲，台积电要投资美国2000亿的美金，这台积电敢有影真正要来加投资咧？这嘛是外界正关注的议题。
台积电董事会自11开始要开2天，国发会主委也是台积电董事会刘敬清，进前讲台积电董事会会说明2奈米的案情，因为这边牵涉台积电2奈米制程设备案的工程师，其中3位是清华大学校友，所以产业界甲教育界拢真注意。这次发生这种事情，清华我觉得不要回避啦，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大学，有病就治嘛，好，没病就防嘛。可是有毛病不要回避，也不要说他毕业了哈就没有 comment 没有不予置评。顶礼拜五，台积电的股价因为可能会得到美国后边半导体的关系，带动台股攻击力24000点。不过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对等关系是采用贴加方式，和11的台股开价行价，开盘跌破24000点。台积电早盘也捌跌10点，盘中跌有卡收，股价弱势变红，带动台股由乌变红。董事会也会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对外宣布，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对美金1650亿增加到2000亿。接下来的16A、14A 应该也都还是领先啊。而这些先进制程一出来之后呢，美国一定会要求台积电去设厂啊。这就是为什么实务上有没有可能再加350亿美金，这个确实是有可能啊。专家分析，以台积电来讲，要加投资350亿美金，还阁伫咧会当接受的范围内。台积电是讲将会伫12董事会结束了发新闻告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有美国的媒体报讲，在风声美国呢是要求台湾来加买因的武器，交换较低的关税。也那美国国务院今嘛是无要甲回应。咱的总统呢，伊捌讲过讲，这明年国防预算呢是要达到 GDP 的3%以上。今嘛是风声，咱的国防部拍算要提出特别预算，这规模是7000亿。美国对顶关税冲击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华盛顿邮报提到真侪份美国政府甲真侪个初期谈判文件，指出川普关税谈判毋那伫贸易领域个延伸到国安甲军事层面，直接是阿朋友配合军事部署，亲像要求柬埔寨运准美军进驻分量海军基地等，也传出要求台湾增加军费，或者是买更加侪美国军武。不管有没有关税问题，我们都要提升国防力量。如果现在能够绑在一起是川普的政策，那对台湾更有利啊！表示美国呢，也必须要出售给台湾需要的一些防卫性武器。我们支持政府购买台湾需要的防卫武器，买武器并不会缩小贸易的顺差。第二，大规模购买武器也很可能造成我们其他部门预算的排挤。美国国议无愿意评论这报道，暗过强调，希望看到川普政府利用互惠的贸易谈判，做好美国人民，为达成国防预算达到 GDP 3%以上目标。国防部长郭立雄进行表态，会建议军务特别预算，传出上近9月中，立法院开始进行提出，规模有7000亿。可能还是以飞弹为主啊，因为不管是制空啊，或者是制海，这些飞弹的能力，基本上它会形成我们在空优上的一个基础。专家分析，飞弹甲无人载具、反无人载具拢是重点发展方向。真像要向美国买的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爱国者飞弹甚至是国产的天弓、用山飞弹拢是海空军正需要战力。美国军购因前除了 M1、A2T 战车陆续到货，不过爱国者飞弹等继续因前，专家建议国军应该积极争取赶紧交付。记者综合报道。消息，咱要先来看，这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呢，拜一要来开暴力犯罪的记者会，除了甲这华府的游民赶去别位以外，伊会甲罪犯也关起来。也毋过，这相关的法律到底是照倒一条来办理，即嘛是还未厘清。另外，这民主党一个华府特区市长是提出数据来表示讲，这单的犯罪率其实并无加悬。伫北京外口会当看到美国总统川普车走伫内底甲人讲话，外口当有工作人员咧清理外壁。川普那讲话，那一直向外口看。虽然民主党籍的华府特区市长鲍赛提出数据，2025年前7个月的华府暴力犯罪比去年同期降26%，整体犯罪率降大约7%，强调保证犯罪无增加。川普迄日伫真实社群答问，游民爱随搬走，阮会互你所在大，也毋过爱离开首都。罪犯你毋免搬走，阮会将你送入你应该去的监狱。
表示华盛顿特区的改变真紧就会发生，因为伊会将注意力放伫首都的犯罪问题上。白宫拒绝解释，川普是用倒一条法律将真平赶出特区。这位共和党总统伫华府接管着联邦土地甲建筑。川普表示，会伫在120召开记者会，阻止华盛顿特区的暴力犯罪。目前也无清楚到时阵伊敢是会公布更较侪区域的计划细节。华府特区市长鲍赛表示，特区并无出现犯罪潮，强调确实伫2023年捌出现过犯罪案件增加情况，因过过去2年努力已经互暴力事件降到30年来上低。佢表示，几礼拜前伊到华府伫川普的办公室会面了后，川普真清楚这日起甲联邦执法单位的合作情况。一名白宫官员在礼拜5表示，这位川普政府少年的幕僚遭到暴力袭击，互川普真生气，所以伫特区部署更较侪联邦执法人员。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再来关心的是，这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呢，伊有公开表示讲，即马为着要来解救人质，所以以色列会以真紧的速度强势来毁掉哈马斯，要把这加沙的控制权甲摕落来。昨呢，这以色列这波攻击是造成7个人死亡，而且这当中有4个人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和工作人员。Yes, 4 Al Jazeera journalists have been murdered in a targeted Israeli strike. 正所激动的亲友为着维体甲这波攻击的幸存者，真久无法度平复。随着以色列对加沙市东部西法便宜附近的一个步棚发动攻击，造成7人死亡，其中4人是半岛电视台记者甲工作人员。以色列方面讲，死者当中的夏利夫不是记者，是哈马斯一个小组的带头人。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顶个月夏利夫遭到以色列军队锁定，知影伊可能有生命危险，一直负保护记者委员会、甲联合国言论自由问题专家等机构，要求以色列提出对夏利夫指控的实际证据。就在国际社会谴责声音愈来愈悬的时阵，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切在有关宣布，真紧就要对加沙发动新一波的攻势。加沙南部边境已经出现以色列军队的战车甲地面的部队。This is the best way to end the war and the best way to end it speedily. 纳坦雅胡的全面接管加沙言论出来，几个周末为欧洲、英国、德国、西班牙、加希腊、南美洲的智利、甲欧亚交界、土耳其，甚至以色列国内拢发起反对示威。联合国安理会也在周末邀请各国代表对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战参详对策。The latest decis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risks igniting another horrific chapter in this conflict, with potential consequences beyond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目前做协调人的埃及甲卡达嚟建议一份新的停火协议。美国中东特使维科夫也希望引用停火换哈马斯手头，以援护50名以色列人质。第拜日以哈战争进入674日的这个时阵，各方赶紧速度，想要挽救要几个限制绝境的加沙。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再来看土耳其呢，昨时来发生规模6.1的大地震，这震央是伫个西部，深度干那11公里尔。目前在当地大概有10外栋建筑物倒去，部分民众是互人缀伫咧土石下骹。目前是有救出4、5个人，也那救援人员是继续咧抢救。这位被逮到的民众正紧就被救出，这栋建筑物规个倒来，内面还阁有偌侪人，因的情形如何也唔知。另外一栋建筑物也倒来，涂骹有真侪大型的石头堆甲砖仔架。伫土耳其西北部巴勒克埃希尔省，随着暗7点53分发生规模6.1的地震，震央伫咧森德格顶，伫咧伊斯坦堡北边200公里的所在，拢感受到地震。Bütün çocuklar çok korktu. Ben yolda geçerken cam Daha hiç sallanmaya böyle başladı. Balıkesir'de böyle bir deprem hissetmemiştik. Yani çok şiddetli bir deprem oldu. Herkes dışarıda şu anda. Korku içerisinde inşallah tekrarı olmaz. 这边地震加10几栋建筑物又加倒去，内政部长叶利卡亚讲，震央森德格镇有真侪人被逮掉了救出，救援人员还阁继续伫咧抢救。伫咧附近的格尔居克村也有几座栋厝倒来，村内有一座清真寺的尖塔也倒来。
土耳其灾害甲应变管理署表示，这边地动了，如果发生几多变地动，包括一遍规模4.6个地动尾，当局叫民众莫搁入去受损的建筑物。土耳其伫2023年就发生规模7.8强烈地动，迄当阵伫咧南部也个东南部的几个省份，造成53000人死亡。几十万栋厝受损，迄当阵边海国家叙利亚北部也有6000人不幸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继续等来看咱台湾的台中市逢甲夜市呢，是发生夹红仔机倒火烧的意外，拢总是有3部机台受损，加在现场是无人伤亡。那警方呢透过监视器是锁定一个27岁姓柯的男性，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台中地检署。监视器画面翕到穿乌衫的查甫人，亲像提来打，拍算要点倒手中的物件。过无偌久，娃娃机台倒火烧起来，查甫人随开机车离开。初次早起8点左右，台中市西屯区文化路的一个商城的夹红仔机，互人放火，火势真紧的互拍花，无人伤亡。最后有3个机台受损，管委会甲其他业者拢谴责这款行为。还是无好现象啊！这种行为袂使让人家做就对。这公安这是对的，本来就有游戏规则，对啊，如果你为了那个10元就做犯法的事，会有那种恐惧之类的。红放火娃娃机台也放伫现场，内底部分的商品已经互烧害，娃娃机业者暂时无对外回应。这个开放式的商城就位于逢甲夜市，挖进逢甲大厦甲上天福居民的大平新城。火灾行动附近的住户，警方是介入调查，发现27岁姓柯查甫人小无当嫌。你看这些建筑物都是那么接近啊，那个火势本来就是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嘿，对呀，会啊。许姓男子设有重嫌，所以派员前往通知到案。讯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第6分局事后通知姓柯查甫人到案说明，伊家己讲是无细腻，点着边的纸箱啊，也毋过对动机甲手中点到什么款的物件拢无交代。专案由原以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士林地检署呢是查出中华民国新疆关怀协会一个姓陈的理事长是涉嫌诈骗，对2019年开始上无受6档的时间是摕到超过2亿的善款，也毋过真正用伫公益项目的是敢若1000多万尔，所以即马检方呢是以公益侵占，也有诈欺等罪嫌起诉3个人。这条因嘛集体做运动，要一对去牛身课程训练。TDCA 新疆关怀协会翕真侪影片，积极对外募款，讲是弱势关怀，提高身心障碍者的生活品质。希望有更多的，不管是民众可以支持，或者是有公司行号愿意长期的支持我们，让他们更健康，然后快乐的跟一般人一样活下去。表明款开做爱心维修所就陷阱，检方调查协会姓陈理事长，联手叶先生姓小查甫人，甲叶先生的前半度小妹，一家3人用公益名义，为2019年开始的6年时间，摕到超过2亿善款，暗过大部分的钱留在私人的落地啊，真正用在公益，敢若1032万。正被告3人涉犯刑法第164条第1项之藏匿人犯，第339条之4第1项第3款之加重诈欺取财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这一家伙仔山乡的送去的管的钱，用来买车、买厝、买股票，生活过个真车花。经过检方4个月侦办，查出因的不法行为也包含涉嫌向银行诈贷等等。即马专案侦查中结，士林地检署11照公益侵占、诈欺取财、背信等罪嫌，将3人起诉。很抱歉，这个号码已暂停使用。打电话给协会总机已经暂停使用，并且社群大本也停伫今年4月。这协会被搜查了就无更新，涉嫌滥用爱心专案起诉了，在案2个被告也被依审法院的规定审理，是毋是继续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台电协和电厂的开发案，即马是有环保团体指控，这场地的土瓦污染的有加11笪，拢超过标准。基隆市政府表示讲，会照规定来公告协和发电厂是污染控制的场所，也会要求台电提出控制的计划。大声喊口，要求基隆市政府爱关心民众的健康，公布台电协会的场址土瓦污染状况。环保团体举行记者会，强调台电协会4接开发案虽然伫争议声中通过环评，
不过根据台电分别的人所提供的资料，台电的场址土瓦污染自主调查和早前的资料比较，新增加11个污染超标点，亲像废水处理厂就新增加5个点，呼吁台电来承认污染的事实。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整个协和协和电厂高达60公顷的面积当中，一定是有高度比例，其实都是进行受到严重的土壤污染。台电现在对于自己内部的调查，它是高度机密，它是就是很怕外流，很怕别人知道。可是我们认为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因为污染不只影响你台电，污染有可能影响到基隆的市民，影响到国民健康。环保团体认为，贵人市长谢国良北强调讲，要组织市府的专案小组严格监督。结果市府抽检9个点，有3个点的土瓦污染超标，明明污染严重，台电却伫环评内底用1个点证明无污染，推论规个厂区拢无污染，安尼差伤多，呼吁市政府要依法行政，甲场址公告做土壤管制区。市政府的环保局都有进来嘛，所以我们是根据主管机关还有地方政府他们检测的结果，那我们去做相关的一些应用的措施，我们会去配合啊。台电回应讲，台电就全力配合主管机关照调查结果所做相应的指示。市政府强调讲，检测了确认超过土壤污染管制标准，会照土污法的规定，公告协和发电厂是污染控制场址，要求提出污染控制计划。国民党主席咧要改选，即马台中市长罗秀燕说面是上介好，也毋过呢，伊并无正面的回应，敢若强调讲，即礼拜上介重要的代志，就是爱来有防风台。另外一搭战场，即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是表态讲会来选新北市长，强调无排除互在野做伙来杀出人选。国民党主席特别改选，党内主要角色一直互点名，其中互相相关的台中市长罗秀燕，说团出无考虑参选，会维持当初的想法，将市长做好做满。我想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尤其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防台。这个洋流台风它本身非常的强劲，而且呢，目前方向是对着台湾而来所以我们能够及时的赶回。罗秀燕回答只低调回应党主席选举问题，真正传出罗秀燕唯一顾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拢无表态，爱等侯友宜态度明朗，排除后路竞争，才会对外说明。另外，党内竞选包括侯友宜、台北市长周万安、见到拿发起人刘孝康也拢互看好。每个人现阶段把握当下，以及拍表，那各自岗位已经为人民来做代志。这个每个人政治角色不一样，政治任务也不一样，好，所以我想大家都各有想法。但我觉得现在讲恐怕也为时尚早了，好，这不妨沉淀一下。另外一个战场，2026年县市长选举要回有味，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会投伫新北市长选战。洗任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对啊，所以我才说你的位置是什么？第一个着眼的当然是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啊。我说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最好的选项，这个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会投入这场选举，会新北市长选举是。黄国昌强调，接落来更加重要的战斗位就是摕到行政权，家己一直保持善意甲诚意，唔捌摆脱在野强推上强竞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今仔日早起7点左右，伫台中市北屯区宗德六路呢是发生一台轿车甲乌多摆相撞的意外。这骑乌多摆的是当场喷出去，落尾人是救无回来。另外，伫台中的沙鹿，这昨暗的嘛是同款发生一桩死亡的车祸。这是一个姓黄的男性，伊驶车经过中清路7段的时阵，去弄到一个过车路的70岁妇人人。这个妇人人落尾嘛是同款救无回来。轿车甲汽车经过这路口，暗过技术拢无减速，发生严重冲动，力头有够大，技术被弄飞伫涂骹送去，重伤救无转来。人家那个过涂骹，警方到场处理，暗过吊水车已经是看无人。往这个方向，下来几个人呐？大约5个人。是啊。然后他跟他借啊。姓黄车主赶到现场，暗过伊是将车借互朋友，实际驶车伊讲甲车顶的乘客全部都伫现场。11早起7点左右，台中市北屯区宗德六路甲人平街口发生车祸。警方表示，这路口无太阳灯，迄时阵67岁姓叶的技术，因宗德六路直行甲直行自小客车冲撞。事后警方也通知肇事的驾驶到限。肇事后离开的部分。
有驾驶及乘客，但人数的部分还在继续查证中。台中市沙头区七早暗时发生死亡车祸，姓何查甫人驶自小汽车经过中清路7段的时阵，弄到要穿过车路的70岁姓何的护林人，护林人送医了抢救无效。警方调查，护林人是参加旅游了后，伫这所在落车，就直接穿过车路，这路口无斑马线。双方于路口发生碰撞，造成何女头部及四肢多处撞击伤。应该可以。那可以的原因是在于它那个前后的行穿线已经离得太远。所以有允许说在前后行穿线离得太远的时候，行人可以这样穿。离车祸地点1.4公里的外口才有斑马线。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规定，无斑马线路口，过路人应注意车流的前提之下来过。不过，迄时阵是暗时视线无好，有的人为游览车的车头穿过，互驾驶无法度看到，开造成安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的是，台湾博物馆甲台语团体来合作举办台语的营队，伫铁道部分区内是透过导览甲激头脑完成任务，互囡仔用台语来了解台湾的铁路历史。我要互伊遮中有一个空，然后其他拢是铺起来，安尼卡伫这面顶可能会较好用。就是阮要试看来会使行无，结果我一直无成功。囡仔激头脑动手做火车的车轮，想办法互伊莫走出铁记录。这是台湾博物馆办的台语夏令营来设铁道部，营队老师也甲囡仔解说讲，火车的车轮是圆锥形的，安尼车在转弯的时才袂冲出铁记录。规划夏令营的台语团体表示，希望互囡仔通伫台语环境佚佗激头脑，也通了解铁路的知识。互囡仔熟悉火车，熟悉火车会当带我去倒位旅行，所以会使熟悉若是火车的种类，嘛火车的发展的历史。营队嘛结合园区内底的火车车厢、防空洞，也有8个老者的古迹，互囡仔认捌铁道历史和建筑美学。大博馆嘛和台语团体做伙开发教案，即个也伫咧营队内底试驾，未来拍算免费提供予有需要的老师甲民众使用。阮8、9月的时阵，会阁招老师我来，阁甲这教材，甲要安怎进行这个，是做一个教授的演习名，希望。除了阮这个园区以外呢，入去教室内底会当用所以我像是全方位的啦吼，就是各个方位拢用的来推动。今年台语夏令营拢总是半推，大约240个学员。大博馆表示，打开放报名无到10分钟，名额就抢了啊！这嘛显示民众对台语活动的需求真大。官方表示，透过和民间团体合作，结合双方的优点和专业，希望让台语的路通愈行愈开阔。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杨柳风台呢，即马是当咧挖进咱台湾这台东大白石刻是当咧结果，所以有农民是赶紧来修剪，希望会当先甲一寡较大粒的水果甲采收起来。也毋过呢，即马现场也有真侪较细粒的果子是无通去采收，在地农民只通希望这灾害会当较减寡。台东地区早起一个这日头天气袂歹，不过这个大白石刻果子园已经请人来检收果子树的树基，则未到时风日头，会甲一个伫咧树仔顶较细粒也未采收的果子扣着伤。树仔顶差不多一个1/3的石刻，若挽来较大粒的，趁着路一个会通，赶紧装箱再去市场拍卖。即马各位有咧开火嘛会拍着啊，拍着你如何通啊清啊？紧家加价，安尼较毋要损失遐济。较袂倒涨的遐济安尼。农业部台东农业改良场已经发通知，提醒农民来注意石刻、矿梨啊、加柑仔类水果，抑个金针，提醒农民提早收机，或者是甲已经会当采收的农作物先挽来，减少损失。那可以采收的尽量尽早采收哦，免得到时候受到台风的影响，没有办法采收，或者是道路中断没办法运下来，这个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杨柳风台愈来愈晚，客运业者决定南势航线12到13停航，一那绿岛航线12过头了到13停航，请离岛的游客要注意准班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旅运中心的是亚洲新园区的地标，也毋过在大楼内底招商的进度煞无介偌好。这学者是认为讲，这招商呢锁定高科技的产业，这对产业发展是一项阻碍。也那高雄港务分公司是表示讲会调整策略，和一般的商办买当来使用。
无邮轮扣款的时阵，规个旅运中心是空啰嗦真12死。2023年3月使用的旅运中心是亚洲新湾区重要地标，大力分做邮轮旅运设施佮商办空间。新加坡的报告讲，商办空间因为招商长期无达到目标，部分老船坑咧起网。停靠的船没有很多啦，你一不多，怎么招商怎么会招得起来？没有经济效益啊。花了那么多的建设在这边啊，那总是有它的效用啊。无旅客通关大厅看起来暗暗无光彩，民众认为邮轮来伤少无人客，当然会影响招商。学者讲，旅运中心招商爱找观光也是把迄业者，才有加倍的效果。它原先的招商好像是以智慧科技创新园区来规划的。那一般来讲，在港口边的很多招商，很多是会跟观光相关的产业，像旅馆卖场、购物中心之类的。这两个方向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到年底为止，高雄港下半年才来30余架邮轮，无到龟山港的一半。学者认为龟山港有首都口的优势，不过高雄港条件甲设施嘛真健全，建议当加包装半日还是一日游的行程，吸引业者带动游客。招商业别必须要符合5G AIoT 的相关产业，范围稍有限制，推动上是比较有挑战的。目前周边多数是没有开发的速地，整体区域活动的人流跟商圈还没有形成，所以业者进驻的诱因略显不足。老站的简介标注6楼是景观餐厅，也未营运。高雄港务分公司表示讲，已经有这种业者伫要进驻部分的楼站，后续会调整招商策略，研究增加一般的商办招商，卖参加交通部的招商大会，来提升招商的成功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间有300档历史的国定古迹鹿港的龙山寺，是因为年久过深，这内底呢插头的建筑有的是漏水，有的甚至是变形凹去。即马文资局今年呢是来公告龙山寺检修甲再利用工程，也毋过漏表去。第2届招标是按算伫个8月14日来举行。有3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鹿港龙山寺庙内有侪侪插头的建筑，但是年久过深，尤其152年起做的拜殿，头前2基维持结构的条仔，半年前开始漏水，加上前一阵仔的大水雨，和涉水的情形愈严重。顶回风台时阵吼，就漏水的时阵就知影，就是咱正殿的乡的龙边参湖边的迄个条仔吼，拢会受水来安尼啊。漏水情形会影响这个结构的安全吼，所以讲希望讲各界会当咱注意这个问题吼，这个代志会当尽快吼，就得到一个解决吼。虽讲文资局今年有公告龙山寺检修再利用工程，但是因为投标厂商无够投标，庙方表示2022年的彩绘修复工程，有文化团体认为得标厂商的八卦塘仔示范区未上新，引起争议。落尾工程解约，停工较紧，庙方嘛烦恼因为进前的彩绘争议，影响厂商投标意愿，牵着修复的时间。希望讲吼，上级长官会用将这个吼招标的问题吼，看有法度吼，赶紧吼处理好。啊，希望吼公众体会吼龙山寺的困境啦吼。留言伤过头多吼，关心伤过多吼，其实对龙山寺嘛毋是讲足好的帮助啦。文资局回应表示，目前已经有委托专业团队调查龙山寺实际损害所在，目前正在进行第2届的招标，预定会伫8月14开标。针对漏水部分，嘛会派人了解情形，提供庙方必要的协助。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南投县政府是伫德山来打造县内第2间的精神障碍者的据点，或者精神障碍的朋友会当做伙合作、做伙学习来学习自立。选日式炒面大家做伙讨论中岛的菜单，并且分工工课。这是南投县第1间精神障碍者合作模式据点自由会所，因伫遮生活会互相合作，摒扫会所内底环境，做文书的工课。上重要的是，大家伫遮拢会开讲，互相提供心内支持。跟会员之间的相处，也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然后可以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另外一个家。自由会所目前服务56位精神障碍者，当中有13位是长期稳定的参与，成员组成线定位。会所服务的人数卖伤济，品质才会好。承办会所的南投县康复之友协会，嘛望县府投入偌济资源，因为目前会员是用爱心卡坐车，一个月1000块的补助若用了，就无法度来会所。会员数不用收得多，就是可以让
职员更了解会员所需要的东西。身障证明是可以有一个爱心卡1000块的部分，那使用完毕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再过来会所，其实是蛮可惜的。南投县政府表示，未来嘛会想办法找主审单位，好精神障碍者会当稳定参与据点活动。阮会支持来媒合业者来观察来反映中央来看捌的那会当来缩小迄个会员数，对于服务品质可能有较有帮助。因为服务精神障碍者的第一间会所服务效果不止啊，南投县府嘛伫第3成立第2间据点，合作地方会所。南投县府表示，等第2间营运稳定了后，未来嘛规划伫南投市或者是民间乡，各新增加1间，服务精神障碍者顺利伫社区生活。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新竹县的外籍移工是有3万多人，即卖呢为着让即寡移工会当有娱乐甲技能，这清华大学是来办移工的篮球比赛，拢总有200多人组队去参加。这个比赛，互边仔人挡袂牢，拢赶紧走来斗加油。对菲律宾来台湾接头路已经来17档的热气讲，逐工长时间做工课，足足有时间会当运动，有机会来参加比赛，实在真欢喜。休息的时候，礼拜6、礼拜天我们可以打篮球，因为我们菲律宾是很爱打篮球。我来台湾2年，没有时间打篮球。我喜欢打篮球。上班的时候比较没有时间，休息的时候才会来。活动过程中特别放送菲律宾、泰国国家的国歌，让因真感动，也感受台湾的活力甲友善。目前我们在台湾有80位的移工哦，那对我们很多的这个人力短缺、少子化所造成的影响非常大，所以移工的到我们台湾来工作，其实对我们的国内的经济成长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哦。那他们除了来这边认真工作，离乡背景认真工作，那其实他们更重要的是一个要在生活跟工作之间取得平衡。主办单位指出，台湾是一个多元平等的国家，透过活动，除了让大家会当伫无用的工课以外接运动，也希望让移工朋友伫咧他乡感受到厝的温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下晡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2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